位乡亲高早，欢迎收看今仔日5月初9公司台记台早起新闻，我是柯兴竹。先一开始，咱来关心昨昏咱国内的本土病例新增加44294例，中重症嘛新增加118个例，还佫有加11个人死亡。那卫生指挥中心即马嘛宣布讲，长照中心总共有人确诊，密切接触者只要是快筛阳性的，唔免佫等 PCR 就当开始治疗，避免疫情扩大。国内新冠本土疫情继续升悬，初8礼拜新增加44294例本土病例，总共7县市病例数超过9000例，其中以新北市新增加17948例上多，搁再来是台北市8000多例，桃园市是5000多例。昨天大概46000多，大概少了2000多名，大概少了5%。那是不是真的在平稳？那还要看看这2天的一个数字才能够比较清楚。另外，也新增加118例中重症病例，其中有12例死亡，双双创下今年以来一天内底上侪纪录。另外，今年1月到5月总计中重症有707例，初8新增加12例死亡的个案，年龄在60岁到95岁，有6个人无做过疫苗。12位当中，有6位是没有接种过任何1剂疫苗的，另外有2位是接种过1剂的疫苗，所以在今天公布的死亡当中，还是以未完整接种的占多数。另外，为降低高龄确诊者中重症风险，指挥中心宣布，许大型的长照机构确诊者的密切接触者，亲像照顾的人、看护等，即日起即要检查阳性，就使由主治的病院来开药治疗。只要是属于住宿型长照机构的确诊者的密切接触者，那他不用等到这个 PCR 阳性，他在快筛阳性的时候呢，就已经可以先符合这个投药治疗的资格。另外，初8开始，伫厝隔离包列对象改做带工位的亲友，但是中讲初7以前，因为学校也是工作场所被包列的伫厝隔离的对象全部来取消。官网网络来流传口服抗病毒药物只有中重症使用。指挥中心澄清指出，口服抗病毒药物总共采买70万份，主要服务症状甲轻症使用。这种辉瑞新药已经开立1249人份，默沙东口服药开出750人份。记者综合报道。再来上新的消息来关心，咱政府家己买的大人的 BNT 预防车，伫早起6点11分的时，已经有先送185万7000档送到咱台湾，送到桃园机场啊，会当提供予咱国内大人甲青少年注预防车。这是收到上新的消息。接来，咱来关心另外，因为部分疫情指挥中心无注重航空公司的机组人员，讲拢用上严格防疫来，用上严格措施来防疫，所以技术工会伫明仔拍算要去卫福部的疾管署头前开记者会，伊要求机组人员每当用体检代替隔离。但是指挥中心却一直认为说，我们还是高风险的一个族群。用这样非常严格的强制措施来对我们做这样的一个管控，因为在2年的期间，我们受到的一些就是不平等的这个对待还有歧视，那我们希望借由这个机会能够一起站出来，那让整个社会大众还有政府真的知道我们的心声。再来，做伙关心，昨昏新北市有17000多例，那台北市有8200多例，双北的人数占超过一半。验过验 PCR 的速度，即马已经对袂着阵，所以双北即马拢宣布讲，总共老师、学生、学校内底只要有快筛阳性的，就要随停课，要用这款标准来处理，唔免搁等 PCR 的结果出来。5月初8全国新增加本土病例虽然减少，不过新北市也是比初7增加1178例，来到17948例。为了强化 PCR 检查量能，新北市新增加像南林内社区甲邦桥、永安社区的检查站，社区检查站数目增加正多37处，并且补助加收6户，每户500块买检查器械，会直接汇入户头，有17837户会受到补助。另外，这教育部学校停课标准新制开始实施，新北市决定免等到 PCR 阳性，师生即要检查阳性，就使来启动校方自主的应变的流程。所以学生只要快筛阳，就立即启动。我们在乎的最重要是我们的执行，让保护校园师生的健康安全能够快速的把它做好。另外，已经宣布停课学校按照原来计划，也使经由校内防疫会议来通过，依照新制办理，并且授权各校看情形决定实体、线顶也是分流教学，降低学生围着风险。
而伫台北市部分，考虑无到马上知影 PCR 检验的结果，也决定师生检查阳性就启动预防性停课机制。另外，18岁以下的学生甲幼儿，初九开始若是出现症状，延到台北市立联合病院的妇幼园区第2医疗大楼接受离校专门急门诊的治疗。提供给我们18岁以下的儿童来服务一个防疫急门诊的这样子的一个快速通关哈。那请民众可以先利用联合医院的官网，还有电话预约等等。台北市初八新增加8213例，比前一天9245例较少，是不是受到假日效应影响，也有待观察。记者综合报道。来关心对昨开始，国校若是有班级内底有出现确诊者，停课的标准有改，对原本7天改3天。也毋过，绿岛的家长即马是较烦恼讲，外岛的资源、医疗资源就较无够，惊囡仔休3天尔，随恢复上课安尼伤紧啊。台东的教育处是表示，因尊重家长的安排甲选择，准讲囡仔要请假，安尼安排老师伫线顶上课。绿岛乡最近因讲，逐天拢有新增加的确诊，总计将近40例。岛上常住人口大约是3000多人，民众已经真烦恼讲医疗资源不足。县中央阁调整学校的停课规定，有确诊者小班级停课3天，比之前的标准更加放松。绿岛国小原本停课92，调整了后摆就要复课，结果团署家长烦恼讲囡仔无做疫苗，若是复课真会互话着，只好不得已家己请假。有的班级员工全部拢请假，家己来隔离。中央的政策是这样定哦，所以真的是家长就很消极的哦，就是类隔离的方式哦，就让小朋友请假在家哦。台东县即阵有16号是全校来停课，38号部分班级停课，不过大部分顶礼拜停课7天学校8日就提前来复课。教育处表示，会互确诊班级停课的全班师生会检查阴性，才法度登记学校。另外，绿岛家长要学生请假，会尊重家长的决定。要跟家长妥为说明，就是只要是有原本过去被框为同班居隔的孩子，我们现在一定会用快筛阴性之后才可以来复课。教育处表示，台东县要未少学校培养棒球队，有提供所在学生带。在新的规定之下，若是带宿舍学生出现确诊，家长佮无多刷登去厝的，会协调带入去加强型的防疫旅馆，袂互这学生互踢来踢去。记者综合报道。再来，咱来关心天气啊！今仔日的水气有增加，所以各地拢会落阵雨，也是咧讲雨。若拜五阁有黄霜雨的方面的晚间，全台湾会转做淡冷。咱来看云图。今仔日咧受华南喷雨区向东边线的影响，水气有较高，尤其伫东半部、西半部的山区，雨拢会较粗。今仔日日时的温度，北部、东半部大约是25度至28度，若中南部是29度至32度，有小可热。气象局是表示，拜2、拜3，咱台湾透南风，水气会减少，各地会恢复好天，高温有30度。过昼会落西北雨，若拜4的时，有方面会到位。拜5的时，有今年头一波黄霜雨方面的晚间，北部、东北部拢会雨来，温度嘛下降，低温剩17度尔。最近天气变化有较大，乡亲爱细致。继续关心全球暖化，印度第3月份就称高温，平均的温度已经打破史上上热的纪录。4月份的时，高温已经超过40度，民众用电的需求量真大，所以电无够用。学校停课，农作物的产量嘛受影响。那隔壁的巴基斯坦嘛同款。这5月初，印度首都新德里的温度就已经升到摄氏46度。虽然把小可降到40度以下，也不过对民众来讲，依然是热甲挡袂牢。路边卖饮料的摊生意真好。तो गर्मी इधर 2-3 दिनों से बहुत ज़्यादा पड़ रही है। अगर जरूरी काम ना हो तो लोग घर से बाहर ही ना निकले। 印度往年的热天拢是5月才开始，不过今年印度的热天3月就来，3月平均温度打破1902年以来上悬纪录。根据印度气象局的统计，4月印度的东北部甲中部，至少9个城市上悬的温度连续10天超过摄氏45度，也是122年来的新纪录。就连边仔的国家巴基斯坦的东南部，4月底也出现摄氏47度的温度。英国皇家气象学会讲，印度加巴基斯坦这么大的天气，就是全世界气候暖化的证据。以后发生的机会会愈来愈接，影响的时间也愈长。
So most heat events around the world now have the fingerprints of climate change on them. And I'm almost certain this current event across India and Pakistan will be looked at as one of those attribution studies. 印度的温度降袂落，造成新德里郊区一座超大粪扫场大火，火已经烧10天啊！乌烟对着风四月炭，和印度本来就正歹的空气品质更加害，也影响民众的健康。而且天气热，民众用电量也变悬。印度发电主要是烧炭火力发电。 不过因为炭的储存量存无到2礼拜，所以印度即马大规模限电，学校也停课。印度的气象预报系统也无好。We don't experience this high temperature usually in March and April, so this is an abnormality, undoubtedly. But at the same time, I think we didn't have enough resources in place to do proper forecasting, so it should not have come as a surprise. 国际医学期刊《刺客针》2021年的统计。 印度自1990年到2019年之间，极端高温的现象增加15%，甲南美洲的巴西并列全世界高温致死率上严重的国家。联合国的政府之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 IPCC 也讲，印度是受到气候危机冲击上严重的国家之一。这种热天气提前来进行，恐惊会变做固定的情形，印度政府就要量早做准备。 公司新闻金冠庆编辑。世界乡亲，咱做伙来看今仔日报纸的重点。先来看《自由时报》。中国对台湾提出农林22条措施，鼓励台湾人、台湾企业去中国投资农林畜牧业。咱国安单位有掌握，政策实施一档啊，真正有去投资的，2011年敢若10件，比顶年也搁较少。因为有台商技术和中国提起了后，对方就停止合作。来看《中国时报》。 经济部是宣布，对今日开始，湘北、基隆、桃园这疫情较食力的所在，4大便利超商，还有屈臣氏、康士美、全联、美联社8大通路，差不多7000个店，拢有咧卖快台汽车，唔免诈骗健保卡就会使买。一个人敢若会当买一支，若介绍伫180块以下。来看联合报。 本土疫情滚价，确诊人数抢悬，去围着的民众真侪人，即马拢一等无确诊的隔离治疗通知书，安尼等于就无法度向公司也是学校请假。劳动部即马是表示，请假需要证明文件、健保快药通 APP、PCR 阳性的结果就准算，会当当作请假的证明，头家袂当拒绝。 继续关心本土疫情滚价，真侪民众去围着了后，是专工走去病院，是要要求开确诊的证明，因为要请保险的理赔。金管会伫昨昏调查保险业者，也有工会协商，希望讲用所谓证明来代替病院开的证明。也毋过工会是表示，这部分也咧参详，目前也无结论。 疫情清悬了，病院外口定定排甲落长，不过其实有一寡人是为着要申请保险理赔文件伫咧排队，也造成各大病院即马急诊医疗量能正严。尤其是急诊室的医疗资源，被这些申请做 PCR 的检测，或是申请诊断证明书的一个需求，排挤了真正需要 急诊医疗资源的民众，他的需求，造成了一些大家看到媒体上的一些憾事。金管会伫咧西北邀请产寿险工会甲相关业者讨论，希望会当用所谓新冠病毒健康证明来代替医生诊断证明的文件，因为健康证明内面就包括检验疾病或者是病原体、采验样本加检验报告等资料，拢甲医生开的诊断证明书资料同款。也毋过业者担心伪造的问题。主管机关可以很完整的揭露证明，那甚至说这些资料档也都会建到所谓的健保局里面去。那在业者在理赔的时候，事实上是可以更电子化，方便去做操作跟使用。那基本上就是可能防呆机制，还有防伪造机制，如果可以更完善的话，那我想当然是很有帮助的。 业者讲，改做电子化当然是更加方便，速度会更加紧。不过相关资讯就要完整，亲像身份证号码、应用的资讯加检验人员，才能避免假造。金管会回应讲，有关身份证号码部分已经甲卫福部协调沟通，同意增加。另外，为了要避免假造，卫福部也提供
作为新冠病毒健康证明查验服务。严格产寿险工会联合声明是讲，也搁伫咧协商，也无具体结论。记者综合报道。国际上要紧，甲乡亲咱做伙关心目前全世界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的疫情。从疫情爆发到今，目前伫全世界确定病例是已经超过5亿1千万例，死亡人数嘛超过627万人。咱来看上新的统计。咱台湾昨昏有新增加44361例，目前咱台湾即阵计共是357,271例。中国的病例伫 WHO 的统计数字是超过121万例。日本已经超过800万例，韩国是超过1700万例。目前伫全世界的病例数，上侪国家前3名是美国、印度甲巴西。美国超过8300万例，印度超过4300万例，巴西超过3000万例。欧洲的国家，英国超过2200万例，法国是超过2800万例。继续关心中国北京即马疫情开始咧压，有一寡所在开始大规模咧做检验措施。那上海虽讲确定病例有咧降，也毋过为着要彻底来压制疫情，上海一寡所在阁开始缩限阁封锁。日本迄边因为防疫措施已经放零啊，加上即阵是日本黄金周的连假，民众出门去佚佗，也毋过嘛惊疫情阁反苦有欠悬的办势。民众一个排队，线来由医护人员进行 PCR 检测，要来确认家己的身体状况。这是中国北京为了避免新冠疫情爆发，亲像上海长时间封锁的情形，北京朝阳区、房山区也有丰台区以及其他过去2礼拜，发现确诊者小部分地区的民众拢要接受新一回合的新冠病毒检查，因为刚刚5月初6到初7，就新增加78例本土确诊病例。应该好好的配合国家的工作，然后呢，该隔离隔离，然后该居家居家。另外，这疫情真严重的上海，测别通报为着数目降到4000例以下。不过，为着达到官方所要求的自由攻击，上海真侪地区这2天搁再实施全系静态管理，民众一概配合，都免出门。一定要积极的来配合，也是对自己负责，也是对周围的、对家人负责。另外，正处在黄金周长假的日本，在防疫限制大幅度来解除，即阵真侪人拢出门来旅游。Okinawa初7的确诊数竟然达到2375人，新冠的纪录，疫情天天快速升悬的情形。根据世界卫生组织最新的报告估计，在2020年1月到2021年12月31日期间，直接也是间接甲新冠疫情相关总死亡人数大约是1490万人，将有互外界对这波疫情所带来冲击提供一个数字。What we also reported today is that majority of these deaths occurred in Southeast Asia region, followed by Europe and the Americas. 世卫组织表示，这数据计算因为疫情所造成的所谓超额死亡，也凸显所有国家必须投资打造更加有韧性的公卫系统，才有法度在会期期间来维持必要的公卫服务。记者综合报道。继续关心美国第一夫人 Jill Biden 昨昏是雄雄走去访问乌克兰，甲乌克兰的第一夫人欧伦娜见面。另外，加拿大总理杜鲁道同一天嘛出现伫乌克兰的基辅，嘛答应讲会提供乌克兰更较侪武器。伫母亲节这天，美国第一夫人吉尔拜登甲乌克兰第一夫人欧伦娜这场会面，显示出美国对目前陷入困境的乌克兰的支持。吉尔说明为什么今日的母亲节来，欧伦娜是战争以来第一遍公开出现。That it was important to show the Ukrainian people that this war has to stop, and this war has been brutal, and that the people of the United States stand with the people of Ukraine. Хочу наголосити на тому, що ми всі відчуваємо підтримку Сполучених Штатів і лідерство пана президента, але цей крок стане ще одним підтвердженням для всіх людей. Це особливий і дуже окидалий день для такої зустрічі. 吉尔这边访问欧洲，本来是排去罗马尼亚加斯洛伐克，甲当地乌克兰难民见面。不过伫母亲节这天，伊的车队
突然间自斯洛伐克越过边境进入乌克兰，到西部的乌日霍德市，这边访问顶有是退役红仔拜登，达成伊个人想要做，也过一个做袂到的个人外交。拜登伫咧3月访问波兰时阵，北讲对无法度去乌克兰亲身看现场的情形真失望。北京顶礼拜讲，拜登正想要访问乌克兰，也过怎么无安排。第即天，加拿大总理杜鲁道也到乌克兰的伊尔平市访问基辅，并且伫加拿大驻基辅大使馆升国旗。Today, I'm announcing more military assistance, drone cameras, satellite imagery, small arms, ammunition, and other supports, including funding for demining operations. Even if the dog barked at me, we're helping fund that. І окремо хочу подякувати Канаді за надану Україні надзвичайно вагому підтримки у розмінуванні. 迄当阵，乌克兰总统泽伦斯基正伫咧替一位乌克兰士兵，也佮伊团旗的狗举行授奖仪式，杜鲁道也去参加。当伊甲士兵握手的时阵，这只狗是向前对伊吠几落声。公司新闻黄文玲报道。那香港特首的选举正在投票，候选人敢若一个是警察出身的李家超，伊摕到99%选票，无意外有顺利选调，即马就咧等北京的任命，7月份就会就职。针对这个选举结果，咱陆委会是呼吁新的香港特首爱尊重民意，唔好去伤害香港的自由甲人权。香港特首选举结果公布，中联办唯一支持也是击败选举委的候选人李家超，无人竞争之下来胜出，成做第6任的香港特首。無論係支持我定係唔支持我，我都衷心感謝，因為你哋今日係支持咗行政長官選舉嘅投票日。這是香港新選舉制度的頭一場的特首選舉，並且以一人模式來登場。在七八早起11點半投票結束時，總計有1428名選舉委員投票。李家超最後得到1416張的支持票，也有8票反對，打破特首選舉以來上懸的支持率達到99%。We must continue to ensure the comprehensive, accurate, and firm implementation of the principles of one country, two systems, Hong Kong people administering Hong Kong, and the high degree of autonomy. 出身警队做过政务司长李家超處理2019年反送中運動的手法容易，得到北京的認可。學者分析，勝選了後，北京更加可能直接來主導香港的施政。我希望佢哋咧就唔好當。為了確保投票日迄天萬無一失，警方出動大約7000名警力，求布條要求實行雙普選。社會民主連線主席陳寶瑩甲2名成員，原定計劃在晚在會展中心的主投票站外口抗議，不過遊行活動還未開始，就予警方抓來，最終3個人只好在原地來讀聲明。稍後現任特首林鄭月娥隨即發聲明來祝賀。另外，這選舉結果也提報予中央人民政府，再來就等待北京的任命，預計7月7日宣誓了後，李家超就正式來上任。公視新聞王佩文編譯。今日國際上抑有啥物大代志？甲鄉親咱做伙來看世界。菲律賓是伫今仔日要舉行總統大選，外界關心馬可斯家族敢會閣重新落權，若選舉結果明仔載才會知影。美國宣布對俄羅斯新一波的制裁，包括禁止3間俄羅斯媒體，抑閣另外 G7 成員國，即馬嘛有答應講要停止進口俄羅斯石油。來看Omicron 3種變種病毒已經開始在澳洲傳開，紐西蘭嘛出現新的病毒。目前這2個國家的感染率是排全世界前2名。鏡頭個等下咱過來，咱來關心交通部將無簡單進前才處理好代替停駛危機。即馬閣傳出來講，有一間國道的客運業者因為了錢，所以打算要停駛一寡路線。交通部是強調講，因已經向行政院爭取10億嘅貸款，會找業者甲專家想出解決困境嘅辦法。南港車站的客運總運站等車的人無多，即馬團工受到疫情的影響，包括首都頂幾路間國道客運業者準備要停駛部分虧損較嚴重的路線。這就是中南部農業管區為主的路線來渡過南關。有需要的時候，如果是停掉，當然是很不方便。對我們不是自己開車的人，我們就覺得公車很需要。不過業者也講，疫情確實和這2年的載客量差真多，經營真吃力。今年是雪崩式的下滑，那今年又比去年少了50%。那
您看看这样子坑业者还经营得下去吗？那怎么样在中间取到一个最大的一个处理方式？我想这个可能我们会请公路总局跟业者大家来好好谈一谈。交通部强调，已经向行政院争取10亿的贷款额度，而且4月时阵就已经甲业者共同讨论，怎样是路线优化等调整方式。接落来也会甲地方政府也有专家学者讨论，找出解决的方法。记者综合报道。即阵咱本土疫情滚架，伫第一线的警察风险是真悬。不管是咧临检、巡逻，也是处理车祸时，不时拢会去拄到确诊者。警察权益关怀协会即嘛是希望政府会当加提供一寡快筛试剂予警察。清白赛查甫人想要颠倒向翻过台南安南区中和路段，马上互直行机车撞倒，警方甲救护人员赶到现场处理。这查甫人车厢内底竟然落出快筛阳性试剂，前往医院 PCR 检查，等待结果同时，也自行做了快筛，显示阳性。该男子急忙骑机车返回住家，路途中不慎与另一部机车发生事故。不过，这毋是个案，切了透早由巡逻员警拄到女性确诊者查车求助，因为医院问题，一般旅馆免收确诊者，最后由警方协助通报，联络防疫计程车。我没什么代志，需要警察然后拦车，那个讲就是确诊了。另外，高雄整个月后，报案民众互警方送医了后，采检确诊，疫情严重，互环境拄到确诊者几率变悬。为避免染疫，除了准备充足喙暗酒精，有分厕所将精神救甲护挂，有警局设计帮外勤也爱甲民众友开距离。以往来讲，民众都是坐在我们旁边，那因为疫情的关系，所以我们会请民众坐到对面的办公桌，看着另一个萤幕的电脑，其实这内容都是同步的。这样处理车祸也不要避免跟民众太过近距离的接触。虽然疫情滚架，按过不少派出所，逐工医院会受理900件报案，唔知什么时阵会拄到确诊者。警方会也呼吁政府，互警方者爱频繁接触无共款民众的单位，应该爱加配发一寡快筛试剂。记者综合报道。地方放送头，但镜头来南投。南投德山有一个退休的国中老师，在整理厝内产地，伊是用心种出健康佮无毒的农作物，而且伊嘛发挥过去做老师的精神，毋忘甲伊的农场，正做推广食农教育的所在。10月的时候就开始。真认真的了解伊自心种的草莓，对教育界退休了后，住伫南投德山的国中老师朱建宏，转去厝内整理产地。伊会想要安尼做，除了为退休的生活找到代志做，也因为伊对食农教育有一份责任感。因为我在国中的时候，曾经带领一个班，经营了3年的食农教育，在校园里面种很多的蔬菜，结果他们玩得非常的开心。那我就是因为这样的一个契机，想说慢慢去整理，让它能够适合小朋友、中小学小孩子能够来到这个园区。就可以得到很多种的不同水果的知识，这样来做食农教育。朱建宏也毋忘讲会当种出无毒健康的农作物，所以伊也真用心咧款肥料，收成了后会去做农药的检验，毋忘伊的物件会当互人安心食落腹。我从种它就有所谓的有机认证。在草莓期的时候，我就会在草莓要推出的时候呢，我会先去做农药检验。未检出，我才会上市推出这样子。那当然了，这个就是对于我的水果是一个安全的保证，对爱用者来讲，它是一个健康的保证。退休了后来做田，朱建宏毋但为伊的生活加添新鲜感，伊也发挥应过做老师的教育精神，为食农教育这个领域打拼。记者综合报道。啊，那婚林论辈最近是有举办文化教育活动，开课予侪新住民去学做越南的传统服装。毋但会当学车衫、学做衫、学栽家，嘛消透因思念故乡的心情，嘛互咱台湾人会当认捌越南传统服装的水。侪人伫教室内底无闲，有人咧酿春笑，有人咧车衫，因拢是越南的新住民。当咧做上会当代表因故乡文化的传统服装熬夜。特色那个是去庙拜拜啊，一样要穿那个我们。越南的女性因过出国接待人客，拢会穿熬夜。对时代演变，即阵伫咧较重要的场合，亲像是结婚、庆典才会穿。有新住民讲，伊家己本地就对做衫有兴趣，毋过无机会学。
即马有课堂上，佫会当做家乡的传统服装，学甲真欢喜。其实我很喜欢做衣服，但是没有机会去学习的，很困难，是要很技巧的。夏天想要凉一点，我们就用那个圆形的领子。我们可以来自己学习，自己用手做，我可以自己做自己穿。新住民伫台湾生偌久，有当时嘛会思念故乡。即阵来学校学做衫，毋若是咧学习，佫较互因有机会熟悉共故乡的姊妹伴。大家做伙嘻嘻哈哈，都亲像回到故乡同款。我们来这边啊，是不是有很多越南姐妹啊、印尼姐妹啊？我们来这边就好像来自己的故乡。那我们将新住民的文化，包括地图啦，还有它的一个人物啦，还有风景啦。那把它融入到服装里面去，那让我们台湾的人能够更多对新住民的认识。举办文化教育课程的分林伦培国小表示，越南传统服装后裔的制作课程，除了希望让新住民感受到故乡的温暖，未来卖办活动，让新住民穿因做的衫，伫咧社区内底服务，让台湾在地乡亲认捌越南的文化，欣赏无共族群的水。记者综合报道。嘛是咧婚林北港朝天宫的总集团是全台湾规模上大千里眼顺风耳将军人头社团，团成期间已经100多档，即马是受到婚林县政府的肯定，登录做县定民俗。千里眼顺风耳夹头前为妈祖来开路，千顺将军是妈祖堡重要的部族，也有人讲是金睛将军、水晶将军。传说原本是桃花山作乱的妖怪，后来受到妈祖的感化，修复做定前的护驾，对妈祖信仰来讲相当的重要。尤其在北港的信徒，又更加号做千里眼行宫。这3日中的全是先人好落来庄严仪式，有个威严，有个迄落安尼。即摆咱综艺团的历史，讲建在是咱北港朝天宫妈祖庙的下落。妈祖庙若行到倒位，将军爱得到倒位。上早会当对清朝开始，对到地条村事件，北港总集团是取庄严仪式的意思，传承到今已经100多年的历史。除了担任妈祖绕境的开路将军，佮负责新将新衣的制作，各种仪式登成规，包括骑旗、出巡、入庙、看将的旗卡等等。弘治元年代潮村事件，然后。就是阮的叫更跳起写哩讲要做2支大旗，金睛将军、水晶大将军，力无妙成啊！插伫我的庙埕吼，结果迄暗嘛吼要战乱的时阵，结果无拍入来吼，就掠着2个俘虏，甲严刑逼供。因才会讲吼，阮就看到迄个将军的旗后壁吼，防有神兵，军容壮盛，所以阮唔敢拍入来，唔敢战争。从此以后，阮拢举迄2支旗去战争。到即马为止，因这廖警吼，嘛共款举迄2支将军旗去咧廖警。庙方表示，目前北港总集团传承到今，伫全国已经有40个分灵。这届千里眼加工文化受到县府的肯定，登记做无形文化资产，对文字的保留是大大的帮助。嘛，期待后这项民俗文化会当万年久管。记者综合报道。那伫台南出世，互人合作台湾现代摄影第1人的摄影师郭世杰。2020年过身了后，头一摆即马伫台南美术馆举办大型的展览，透过160张相片甲作品，带乡亲来看摄影师的风格甲心境。看舞蹈家伫台顶跳舞，展现摄影师郭世杰的作品意义，嘛表达伊心内对红赛思念。昨天看了这个展览，我还没看完啊。就已经先感动自己，今天在跳舞呢，更感动自己。台南作为他逝世过后第1个重大展览，160张作品，这1年半来我们是够忙的，所以这个规模可以说它返乡很大的荣耀。摄影师郭世杰伫2020年过身，伊的作品伫国际真出名，毋但商业摄影的作品受肯定，郭世杰后来阁去欧洲、非洲旅游翕相，用伊的技术透过相片传达诗的意境。美术是用摄影机取代画笔来创作100图。郭世杰嘛互合作台湾现代摄影的头一人。一个伟大的艺术家，他的眼睛看到了我们没有看到的美丽的景致。在这种看似
非常单纯的作品当中，水质的流线隐藏着岁月的痕迹。为郭世杰作品会当看到伊的艺术美感，佮有一心来对美景坚持，真有个人的风格。这回头一摆伫台南美术馆展览，要展现郭世杰自心烈焰的热情。记者综合报道。报道官王文熙顶个月过身，伫台南老厝边仔的全美戏院有放送伊的经典电影。伫路口阁有采一个纪念看板，也有当年甲伊做伙表演的四姊妹，冒来参加这个活动。有2层楼高的文熙纪念看板，初八即天现身府城的民权甲永福路口，派一支吉他的文熙，伊徛的所在就是少年时行过的路口。对面即间全美戏院，嘛是伊的老厝边。细汉吼，伊都伫遮大汉，一回就住伫遮，伊拢爱看迄买场的电影。有当时下晡，我拢有看伊头要几10届的，拢来遮看电影。全美戏院的头家特别甲金甘蔗影展合作，初八即天替因心目中的台湾歌神举办纪念活动。民权路正做星光大道，第一粒台湾之星就是文熙。当年甲文熙四界表演的四姊妹，嘛做伙来怀念伊。伊现在那早走吼，对阮来讲吼，实在是一大的损失啊。他到现在也有在创作，他还有一些歌曲都已经做好了。拢也未发表的。文化这人等于就代表咱台湾甲台语的文化，想要伫遮来拍咱台语的电影，咱来号召全台湾所有拍片的人来遮，咱过来文化的精神来拍咱台语的电影。为着怀念文熙，伊的经典电影《再见台北》，初八暗时，民众会当来全美戏院免费欣赏。母亲节即天，大家做伙唱《妈妈，请你也保重》，嘛希望文熙歌声会当流传。妈妈，请你也保重。记者邓家文、录伊做台南报道。新闻消息来关心，嘉义市内底的国中、国小即马在演练用网络教学，来测试讲这设备敢有顺来提高上课的品质。是5万学生，就算爱踮厝内上课，嘛会当顺时。老师伫线顶来上课，嘉义市政府利用拜六休困的时间，针对市内所有国中小举办线顶教学演练，替疫情可能会停课的状况做准备。早上开始在试练的时候，我们发觉网络上面有点比较缓慢，但是后续治安同仁这边已经做好了及时的协助与克服，就能够再让后面的上线都能够非常的顺利。这个演练除了想要了解目前家长甲学生伫硬体设备使用方面的问题，学校嘛希望会当趁这个机会，让家长甲老师思考要安怎维持学生伫线顶学习的品质。去年的时候，其实在家里面也是突然的一个停学的一个情况，那变成是说我们就马上去准备，比如说平板或是电脑设备。然后对我们家长来讲，家长也可以趁机来检视孩子在家里面的数位学习的环境跟状况，也让家长为这件事情先做好各项的准备。教育处表示，无共年会线顶课程有无共的需求，年会较细的学生主要是电视甲讲解，年会较大的就拍理讨论线顶该做业的要求。市政府希望学校甲家庭尽量维持同款的脚步，减少疫情对学生的影响。记者李慧婷嘉义报道。新竹市有一间日照中心的员工，甲社工做伙组乐团，咧演奏时代普通时爱听音乐。昨昏母亲节冒出来表演。时代听到好听的音乐，嘛对咧拍皮啦。新竹市秋林园日照中心为了替时代庆祝母亲节，员工甲社工利用1礼拜的时间做训练，组成一支中西合并的乐团，演奏怀念老歌，时代拢听甲真欢喜。看他们这样，真的很高兴。既然员工都有各自擅长的乐器，所以大家就决定重拾自己的乐器，然后一起团练。对，然后就是没想到意外的和谐好听。日照中心讲，过去母亲节都会邀请外口的团体来表演，不过最近疫情较紧张，为着防疫，员工在想讲家己来组乐团，亲手表演了时代看。
那很感谢我们的员工们都自动自发的自行组成了乐团，为长者增加听觉的刺激，也制造一些母亲节的气氛，增添了温馨的感觉。疫情期间，捌造成真侪社福团体经营困难，不过照顾的工作同款袂使停。中心今年目标按说要募200万经费，目前敢若募到45万。伊嘛希望大家斗3工，帮助独居时代甲弱势家庭的照顾工作。记者刘君和新竹报道。体大车拼，咱来看羽毛球上大个男女团体赛同游杯羽毛球赛，昨昏伫泰国开始拍。咱台湾队男子团体头一场对加拿大，轻轻松松以5-0摕到头一场胜利。若女子团体是由戴祖英带头，嘛是以4-1拍赢西班牙。咱来看体育新闻的整理报道。全世界羽坛规模上大的男女团体赛同游杯，最尾伫咧泰国举行。女子团体赛游霸杯，咱国由世界第2的戴祖英带头，小组赛第一战对西班牙，小戴伫第1点单打，第一局正紧就21-5摕到，第二局这个假动作佫提分。上尾啊，小戴21-14，和中华队摕到第1点。今年咱国甲西班牙、中国、澳洲分伫同一组，有赛是5点3胜，淹过5点拢来拍煞，输落来2点单打，柯文基加宋世文拢连续摕2局赢球。上尾啊，女团4-1摕到第1胜。因为男子团体赛汤马斯杯，咱由周天成、李阳、王泽林带头，实力正强。第一战对加拿大，前3点感官正顺利就赢，上尾啊5点全赢，5-0摕到小组赛第1胜。对手发球出现相反的胜果，和19岁西班牙选手阿卡瑞兹摕到今年马德里大师赛冠军，也是这项比赛史上上少年的冠军。世界排名第9的阿卡瑞兹，这场决赛对世界第3的德国选手兹维列夫以6-3、6-1连续赢2盘，拍败想要挑战卫冕的对手。比赛后，伊讲，所来目标是法国网球公开赛。I think I'm ready to win a Grand Slam. I think I'm ready to go for it. I mean, this a goal for me this year. Try to get my first Grand Slam, but I'm gonna work for it, and let's see what is gonna happen in Roland Garros. Fuego, double. 前一天马德里公开赛女单决赛，第8种子的突尼西亚选手贾贝尔，第一盘虽然闪过对手的半月点，不过第2盘和第12种子的美国选手佩古拉以6-0摕到比稿。好在在上尾啊，贾贝尔2遍破对手的发球局，6-2赢球，摕到个人第一组1000分顶级的大赛冠军。I feel like I can't remember the other one, but I can remember this one very well. It's amazing, very happy. I'm glad that I got the win today. Didn't want to get disappointed again, to be honest with you. 贾贝尔也是史上第1位摕到 WTA 1000分顶级比赛女单冠军的非洲加阿拉伯选手。运动选手闹好的表现，因的球衫伫咧拍卖会继续拢正悬。2020年过身的阿根廷卡球传球明星马拉多纳，伊伫1986年世界杯有名的上帝之手，帮助阿根廷拍败英格兰。迄当阵伊穿的球衫，顶礼拜伫伦敦的富比士以930万美金，差不多代表2亿7千万的价钱卖出去。拍破棒球之神贝比鲁斯扬这对球衫拍卖的美金564万的纪录，成为史上上贵的体育纪念品。记者综合报道。那美国有一个女性的跑者，伊因为骨癌锯掉倒骹，伊为着要自我挑战，伫104天内走104场马拉松，加强走4388公里，打破金氏世界纪录。过程中，伊嘛募到新台票262万，被帮助介同款行动不方便的跑者。环保冲过白色的终点线，穿红色 T 恤因为病这长脚的马拉松跑者汉特布罗尔斯马，成功挑战走完全程，写连走104天的纪录。I decided to do this just because I wanted to see how far I could push my body, and I had seen another runner had done it. You can achieve amazing things
even if you've got slight disability or there is just no excuse. And I wanted to show the world that you're stronger than what you think. 46岁汉特布罗尔斯玛在20年前因为得到骨癌，倒脚折断，迄时阵无法度接受家己甲别人无同，那出外就穿长裤砍假脚，一直到2016年在先生鼓励之下参加马拉松，就安尼开始爱走，搁慢慢无再去用假脚参加比赛。I was the kind of person at school that used to think runners were crazy, and I used to hide in the bathroom when I had both my legs. I fell in love with the sport, and I just felt, with the first time I ran, I just felt incredibly free. 原本伊是要挑战连续100天踏破2010年由非新将跑者克拉克创的连续95天的纪录，为挑战纪录，伊会参加比赛。若是伫个好天，伊会出外走，搁伫个走完翕相片纪录。天气无好，就伫厝内底跑步机顶悬走，有时还有其他人陪伊走一段路。I only took up running as an amputee, and I took it up 6 years ago. And there was something about running that intrigued me, because when you become an amputee, it's really hard to get a prosthetic and to actually just go out running. 4月30日，伊完成连续走104天的纪录，差不多4388外公里，相当沿台湾环岛脚踏车道路线走4点半较济，拍破金氏世界纪录官网显示。意大利跑者卡波拉索伫2019年创下连续走59天上济天马拉松的男子纪录，搁有一个服务这记者跑步的非营利组织募款，成功募到88000美金，希望用协助这支跑者得到所需要珍贵的专用假脚。目前已经申请刷新金氏世界纪录，等待官方认证。公司新闻陈时东编译。欧美国家即马豆豆咧放零国际旅游禁令，航空业者嘛拢已经准备好势。即马澳洲航空下边嘅属价航空直升公司，就打算大量引进空中巴士新的客机，雪梨、伦敦、双边直飞，中途唔免搁降落去加油，一抓会当飞17800公里，即嘛创下民航史上飞上远嘅纪录。机身超过73公尺长的空中巴士 A350-1000客机正式加入澳洲航空。虽然 A350 系列伫研发过程出现延前，新机推出的时阵，搁拄到新冠疫情。不过伫咧后疫情时代，空中巴士集团伫咧南美洲抢到头香。澳洲是北半球旅客上喜欢的度假地点，因为澳洲人家己出国耍，或者是商务旅行，也主要是去同款是英语系国家的北美甲英国、伦敦甲纽约、芝加哥、洛杉矶等种大都市，甲澳洲之间的航线就这样热门。澳航就伫咧2018年推出由波斯直飞伦敦的航线，飞行距离14498公里，不过也毋是地线。这么距离上长的航线是新加坡航空来回纽约甲新加坡之间16700公里。因为澳航开始伦敦雪梨直飞航班，飞行距离会当到17800公里，会创新民航史的纪录。不过就要坐20点钟，为了要互人客更加舒适。澳航减少经济舱的座位。The business class, the first class, and the premium economy will have a premium, and the premium will be similar to the premium that we were getting on Perth, London, compared to a one stop. 经过测试比较了，澳航伫咧疫情发生前的2019年12月，决定用 A350-1000来执行这项列出计划，放弃原本考虑的波音777。虽然拄到疫情拍乱。不过空中巴士也是拍败波音公司。We have the 787s, which are an important part of our fleet, and we'll have the 737s for some time. 路透社整理民航市场的资料，2021到2022年，也就是后疫情时代上起所的这2年，空中巴士伫新飞机订单的成长有尾啊超前的气势。自波音本来大幅度领先的情形，演变成这目前变手的局面。公司新闻徐嘉玲编译。来关心环境，雨林会当互空气变清气，阻挡气候暖化。香港是地球的戏，地中海底嘛有一个名号做大洋海参草的一款食物，伊吸收二氧化碳的能力比雨林也搁较厉害。那这款海草是伫西班牙、塞浦路斯到北非的突尼西亚之间的海域，也毋过即马受污染加上讨海拖网的破坏，已经出现生存的危机。
为西班牙塞浦路斯甲北非突尼西亚之间的地中海底，大量海鲜草发作一大片绿色草埔，大量海洋生物伫遮生态，丰富的多样性，市花烟花齐鸣。更较重要是，大洋海鲜草个用大量吸收多醇二氧化碳释出脏素，能保护生态，减缓气候变迁，得到地中海之鱼的美名。科学家指出，水下海草层吸收的氮碳是陆上侵入的3倍，因为寿命长，应继续储存固碳千年万年，是珍贵环境资产。突尼西亚海峡水底大洋海鲜草有1万平方公里，是北非上大，全国主要经济来源拢甲伊有关系。除了上直接的受惠的渔业以外，也有饲活6成人口，占全国 GDP 14%的观光经济。因为冲上花的海草甲沙参做伙，加做天然保花，应阻挡美丽海岸线被侵蚀，光合作用中和生成，互海水水质清气美好，占长期吸引观光客。不过，因为开发造成严重的海洋污染，高破坏性的海底拖网掠鱼、甲旅游船的船锚，甚至海水暖化，拢对海草层造成严重威胁。海洋生物失去栖地保护，渔民怨叹收获只剩25年前的1/3。كنا نصطادوا فيهم هنا كما قلت 100 متر وكل شيء، تو تبدلوا معناها نقصوا خاصة البوزيدونيا في القصير، معناها في القصير هنا كل مشات على روحها البوزيدونيا في القصير، مازالت شوية الفوق مع ذي قوريا، معناها فهمت الفوق شوية فهمت ولا؟ معناها ضر البحر ما كان. 大洋海鲜草虽然长寿，不过成长速度慢，每年无到5公分，因为破坏速度比再生较悬。突尼西亚海草层已经减少一半。西班牙马约卡岛甲福门特拉岛之间的海堡，虽然10年前列为世界遗产，依然都未过破坏命运。政府当局的保护护育措施要赶紧，才避免更加大的环境灾难。公司新闻是会中朋友。再来天气报道在，今仔日水气有较高，尤其伫东半部甲西半部的山区雨会较粗。那明仔载拜二，个拜三水气就会减少啊，各地会恢复好天烧热，过昼会落西北风的天气。再来关心今仔日各地头的温度。北部的温度上低22度，上悬26度。中部的温度上低22度，上悬29度；南部的温度上低22度，上悬32度；东部的温度上低22度，上悬28度；外岛的温度是18度至26度。感谢乡亲收看今仔日的公视台语台早起新闻，将请平安顺心，明仔载早起9点，咱再会。